双手扶持软弱是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二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赞美神。我的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我从头再唱一次。我们属于你，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因你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
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能够相聚在这里，也感谢主在这个礼拜的陪伴，让我们一起开口领受主的恩典。我赞美你是万有主宰，我全人受造全因你恩典。心热情，你话语开始新命定，你道路我要尽心尽力，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尽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我心里重生全因你救赎，而若你专心你旨意，高举你宣扬你公义，跟随你我必要尽心尽力，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不停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与你在国度里飞行，有你居住在我心，我要勇敢向前行，我愿能更像你，信心充满与你同行，永远不放弃。主啊，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
你给了我们满满的恩典和救赎，陪我们走过任何的高山低谷。我们愿意用全心、用全力来荣耀你，活出主你的样式。柔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柔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柔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改变我决定，或改变我的心。当你用爱触摸我空虚的生命，我已决定，我已决定。我已决定永不离开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你是我一生的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
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无时无刻的陪伴和带领。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上，都能够展现出与你的恩典相称的行为，得以荣耀你的名，努力活出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奉献，请服侍儿童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今天是父亲节，感谢你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疼爱。主，我们也要在今天在思考，主你这一生和我们同在。主，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在父你的道路上，让我们来报扬主，你是如此的疼爱我们。先让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好，先来一起看教会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父亲节感恩主日。我们感谢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用诗歌创作会献上对父亲的感恩和祝福。那我们今天备有小礼物要送给每一位父亲，那我们请在座有父亲可以起立，第一堂拿过就不用了，有吗？哎呀，博彦，厕所哦好，那就剩博彦啊，好，祝那个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爱餐即日起归附供应，用餐前请务必清洗双手，用餐后记得戴上口罩，再离开座位，清洗餐具。第三点，9月9号下午4点，我们会举办中秋烤肉。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烤肉邀请的对象以本教会的会友为主。那为预备食材，想要参加的，请在8月21号前登记报名。那我们教会会针对疫情发展，随时做滚动式的调整。如果临时取消活动，再请见谅。第4点，一样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确诊、居家隔离或需要自主管理的情况，请照防疫的规定。愿主的医治和平安与大家同在。团契消息：8月13到14号主日学的生活营，那他们地点是在新竹的绿世界，然后来复健康休闲度假村。
然后第二点是8月19号上午10点，松年团契聚会，主理是知梅牧师。第3点，8月20、21号青少契的夏令营开始报名。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是在教会举办，报名表请向干事索取。那欢迎家中国高中和大专学子报名参加。好，然后教界消息，9月24号台北中会和社会事工部举办3支海岸净滩活动，已报名的个人或团契，请留意活动时间和行程。那再看公布栏，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哎，博彦回来了，我们送博彦一下父亲节礼物，来拍拍手。2堂唯一一个父亲节，太感人，太感人了。好，送给爸爸。好。那我们接下来青少契呢，他们有准备了一个献诗呢，要献给我们的父亲。好，我们请青少年团契出场。小雨，听说长执会决定要我们父亲节也献诗，哦，怎么这么麻烦啊？一定是父亲们也想要有一首自己的歌吧？我的爸爸总是留着胡渣，挺着啤酒肚，问我要不要打篮球。我的爸爸喜欢在家不穿衣服打呼超级大声。好啦，我还是很爱你啦，喜欢看你充满自信。你说你比刘德华还帅，喜欢你也是充满爱意，尤其是看妈妈的时候，喜欢你动作怪的表情，看100遍都不腻。你是上帝给我最美的礼物 ，You'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 请听我说，对你爱不完。我的爸爸总是留着胡渣，挺着啤酒肚，问我要不要打篮球。我的爸爸喜欢在家不穿衣服打呼超级大声。好啦，我还是很爱你啦，每日每夜辛苦工作，为了给我最好的生活，一路上都陪伴着我。就算我会一直犯错，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你是上帝给我最美的礼物 ，You'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 请听我说。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 请听我说，
对你爱不完。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You are my superstar。谢谢青少年带来父亲节的献诗。好，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记在提多书第2章11到15节。提多书第2章11到15节。好，我来念。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自治、正直和敬虔的生活，等待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那时候，至尊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显现。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归属于他，热心行善。你要讲论这些事，充分运用你的职权来劝勉人或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上，正道我们请一节牧师，他的题目是基督恩典。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有那个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好，我们欢迎一下那个子怡的同学，不，子怡的朋友来一手来欢迎。基督的恩典就是你白白的就可以领到。来，我们也后面拿礼物，拿回去给你爸爸，祝你爸爸父亲节快乐哈。我们也拿一份礼物哈。好，我们同心来感谢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慈爱，谢谢你赏赐父亲在这个世上，让我们透过父亲好的模样，我们可以多多少少体会上帝你那长阔高深的一个爱。也谢谢主来祝福在座的父亲，特别是今年第一次这一生第一次做父亲的伯彦主你大大来祝福他成为他们这个家族成为孩子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同心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都想，每个爸爸都想当汤姆克鲁斯有像吗？刚刚那个歌词里面绝对不是我没有啤酒肚，所以那个绝对不是我。伯彦，你在家里面有脱上衣吗？所以你也没穿衣服。OK，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父亲节里面享受在上帝来满满的爱。我们连续2个礼拜的讲到了经文，提摩太后书紧接着提多书，都是属于教牧书信。顾名思义，就是透过这样的保罗透过这样的书信来建造当时候的教会。也就是当时候的教会面对许许多多异端的攻击。所谓的异端，就是他们传讲的话语、传讲的教导跟保罗所教导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教导，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影响到很多的教会内部里面的混乱。所以保罗盼望透过给提多的书的信，帮助能够正确的建立教会，并让信徒知道怎么样来遵守，来怎么样过一个信徒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其实牧师有很大的感受，就是这封信一样对现在21世纪的教会以及基督徒在说话，因为我们现在教会面对的问题处境不会输于那个当时这样。在今日所读的经文11节到15节之前，
我们有提多书有2章1节到10节，这1节到10节里面主要有讲得到3件事情，其实跟上个礼拜很像，就是在榜样、以身作则的榜样，以及教导有没有教导，以及传承下去。提多书1章，保罗盼望提多这个牧者，他能够以身作则，而且他教导的那个教义能够纯正，方向要对，所以要成为信徒的好榜样。在第2节、第3节，他也教导那边的老人跟老的妇联人，你们自己要有榜样，你们自己要有好的品格，要有爱心、信心，尤其是妇人，其实现在也是，我们的长辈啊，其实都很喜欢讲是非。牧师刚来建成教会的时候就震撼到了，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反正总是讲长老，要么就讲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时候牧师针对那些喜欢讲的，牧师就给他们加倍的爱，加倍的爱，加倍的关心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样子讲人家的是非？当有爱之后，其实他们就改变很多了。保罗跟提多说，当老年人他们有好的榜样之后，他们才能够再传承下去给年轻的一代、年轻的妇人，也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今天我们的爱餐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我们全台湾最有名的煎饼果子煎饼果子来提供，至于乎把煎饼果子那一代传过来在讲煎饼果子之前，我好像还要介绍一下新婚的夫妇。新婚的夫妇来到我们现场，你们结完婚之后第一次回来，对不对？第一次回娘家，我们欢迎。他们现在已经从男女朋友变成，不一样了不一样早上就看到他们2个姐妹还有加博彦在那边忙进忙出，然后妈妈在那边帮忙，然后看到阿嬷在那边用很感恩的眼神在看着他们家孩子在做我们等一下的爱宴。牧师就跟博彦的阿嬷这边聊，我说感谢主，你真的信仰真的传承的很好，教导的很好。阿嬷就跟我说，她很感谢上帝，所以她也要跟博彦说。阿嬷跟博彦说，你只要以后把孩子带来主日学，孩子就不会变坏，孩子就不会变坏。我想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画面，一代一代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可是如果当一代一代的信仰没有传承下去的时候，不止家庭，上帝的教会也会混乱。我们知道教会是社会的缩影，教会里面什么人都有。现在的教会常常听外面人说，你们教会跟我们外面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其实讲这样的时候，是对我们是蛮讽刺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不完全。那主耶稣基督盼望透过呼召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跟盐。今天的经文2章11节说，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写明出来了，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他拯救了全人类。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大，甚至我们有歌叫做"天父恩典真正大"。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在过父亲节的时候，父亲的期盼嘛，也有一点期盼嘛。孩子怎么样来回应他？回应父母亲的爱。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要活出基督徒身份的那个好的样式，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就是在周末，这是一个末日的一个世代，在这个末日的一个世代，征战会非常的大。这个时代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复活、升天、救赎了我们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叫做周末。提摩太后书3章1节这么说：当周末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苦难发生。自私、贪财、夸口、毁谤。我想在你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应该都有碰到。骄傲、没有亲情、残忍、忘恩背义的人，这个在现在的世代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有的基督徒爱享乐赢过爱上帝。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的基督徒的身份没办法活出见证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我们很容易受外在这个世界价值观很多的引诱，所以21世纪现在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现在的教会也是非常大的挑战。上个礼拜二，牧师还有2位代议长老去参加台北中会，一年有3次的中会议会，我们总共有99间的教会。可能有人说，牧师，你之前不是讲过我们台北中会有101间吗？对，现在关掉了2间，因为有做了违法的事情，我们教会关掉了2间。99间的教会里面，当中议长很沉重的说，我们目前有1半的教会的人数不到50个人，甚至剩下20几个。99间的教会里面，不管任何的原因，现在有17、18间的教会没有牧者。我们都知道，当羊没有牧者的时候，那个是很恐怖的。如今世俗的价值观深深影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没办法在这个世代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更忘记了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轻看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恩典，以至于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不管在教会里面发生，伤害教会，甚至在基督徒里面的家庭，也有很多很不好的见证发生。今天的经文14节说，基督将他自己献上，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啊！基宏，今天你的诗歌写得非常棒，其实牧师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救赎，成为恩典圣洁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出来。上帝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用新的身份，基督徒这个身份，让我们能够展现一个好的模样，带领人来到教会。可是我们如今碰到的是，我们不但没办法带领人来到教会。我想这边目前有几位弟兄姐妹你的另一半、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也还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也会在看你怎么样对待这份信仰。你如果对待这份信仰是随随便便，我想他们会觉得，你也还好啊。你说你对这个信仰多怎么样，一直要我跟着你去教会，或者我来受洗，可是你展现出来给他看，不管是盼望、信心，或者说你的所作所为，好像没有那么好。我想他不会，好了，他可能为了娶你或者嫁你，他跟你结婚，他来受洗了，可是之后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场刚好比例非常的高，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的高。现在的教会不但没办法让人进来，反而伤害了很多人离开教会。这是我们目前面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来看一下13节，等候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那时候上帝、耶稣基督的荣耀将要显现。在今天牧师选的经文里面，经文13节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等候那所盼望的福气，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新天新地。人的生命很有限，也很快就过去了。所以牧师不晓得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
我们常说活在当下是最真实的，但是有时候最真实的当下很快又变成了过去，就是连未来很快也成为过去。我举个例子，牧师今年1月7号，就是在农历年前回金门看，有5天的时间去看我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总是很不舍。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好，我在7月22号，带着志梅牧师、子爱，我们还要再有5天回去看他们。就在这个当中，我很期盼。我从第一次1月份回来之后，我就很盼望7月22号再回去看他们。但今天已经8月7号，原本我所期待的未来，很快就成为过去了。但是当中那个期待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个盼望，就是我1月回来之后，然后7月要回去之前，那个盼望带给我很大的力量。什么力量？现在有2次了哈。我们以前早期牧师从民国76年来台湾之后，我以前大概1年能回去1次。我们总是盼望的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家乡。可是你不希望你回家这样的时候，让你父母亲看到你是腿断了，或者是你的样貌很凄惨吧？因着这样的盼望，牧师还没回去这半年的当中，我就好好的过生活，我好好的过生活。意思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一个清楚周末的盼望，有盼望的人基督徒跟一个没有盼望的基督徒。他们所展现出来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反映在我们今生今世的价值观。一个神学家叫加文，他提醒我们，提醒基督徒，你们要常常思想，人在世间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在世上有时会体会到，尤其是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什么？我们人好有限哦。甚至会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好空虚哦。可是人很容易忘记了那个教训，很容易就忘记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强大了，以至于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会死，我们永远不会死，以至于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全世界的领袖不是这样子吗？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你有看到某一些里面虽然有看到一些亮点，他的行事为人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不一样。换个角度来说，当一个人过头重视今生，其实他的生命反而会被捆绑甚至他会觉得他可以掌握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总是会有起有落，我们不可能天天好日子，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天天坏日子。而且我们受到很多很多外在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东西来诱惑我们，比如说金钱、财富、地位，甚至突然就是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一些的病痛，甚至在感情上面的问题，总是困惑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又很烦恼，又很担心。尤其现在有当爸爸的，孩子只要一生病，你的心都挂在他身上，挂在他身上。可是当我们的未来如果不是仰望对上帝的盼望的时候，牧师刚刚讲的那个困扰，会一直如影随形，跟着我们一辈子。你都没办法逃离这个循环，你的内心总是会常常感觉到不安，或者是空虚，或者是不满足。纵使再多的东西给你，你还是会不满足。我们都知道，世间上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最爱的那个人离开了。最爱的人，那个人离开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很多人常常一辈子走不出来。刚刚一堂呢，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很久没来了，
他们刚赶着回去。他说这阵子他先生没有跟他住在一起。我听到的时候吓一跳，想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他的婆婆过世了，他的大姐没有结婚，没办法承受，一直没办法接受他婆婆过世这件事情，所以他先生一直现在就陪他住在一起。至亲突然离开，让我们遭受内心遭受很大的打击。这个阴影会一直跟着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却不是这样子。对基督徒来说，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的发生，是在考验着我们，考验了我们到底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盼望的未来是某样东西，那我们会很痛苦。我们有时候真的没办法走出来。就像刚刚牧师讲的，他的妈妈可能是真的他的一切，他妈妈走了，他没办法承受。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虽然我们还是会遭遇这样的痛苦，可是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我不晓得那个亚明现在有没有在线上哈？我们知道亚明有个宝贝的一条狗，老狗，要走的时候，他传赖给牧师，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亚明这么软弱。他极大的难过，当我们替他祷告，安慰他。当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来自于上帝的时候，很奇妙，那个力量会帮助我们越过那个困难，越过那个困难。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现在在座也有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不是非常的好。每次我们的毅力姐，她面对病痛的挑战，其实大大的激励牧师。她面对这样的病痛的挑战，但是她能够仰望上帝。她不止自己越过，甚至她鼓励很多在病榻中的弟兄姐妹啊。今天第12节也告诉我们，上帝这个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训练我们什么？弃绝不敬虔的行为跟属世的私欲啊。弃绝就是除去，你不要跟他有关系，不要跟他有关系，跟他分离，远离这个东西，远离不敬虔以及属世的欲望啊。上个礼拜台湾非常的紧张，现在应该也是了哈。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来访问台湾之后，我们对面的国家就开始准备说要包围我们，也包围我们，准备要飞弹来对我们攻击。在飞弹试射，他们有预告了哈。我想哈，其实哈，真正打架不会预告这种东西啦，还有预告，就像哈。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好笑。我以前在一家公司上班，有一个同事一直跟大家预告他要离职。后来牧师跟几个人出去开公司之后，那个人经过快20年，那个人还在那家公司。他中间一直预告他跟人家说他要离职了啊，讲公司哪里不好他要走了，哪里不好他走了。讲了那么久，他还在那边。这个是题外话。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惊慌、很害怕。我好不容易成家立业，我好不容易要做什么了，那战争了怎么办？的确很害怕。那天志梅牧师，牧家我们就互道天国再见，天家再见。如果真的隔天12点他真的打来了，我们就天家再见。我跟牧师之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确信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说，当他处在两难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处到两难的阶段。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保罗这段话其实是在鼓励我们，我们不要看人的情面，我们不要看困难的事情。如果上帝愿意，
我也愿意，我现在就离开这个世上，跟基督在一起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要帮助我们，我们要有常常这样的一个心志跟盼望。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基督还重要，甚至让我们来留恋，甚至连我们另一半其实也是。保罗接着在腓立比书1章20节说：“不过为了你们的缘故，他会更积极的活下去。”保罗讲这段话，其实跟他在提多书2章12节讲的这句话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已经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行为跟属世的一个私欲啊，而且积极的便是在这个世代过守己正直敬虔的生活。弟兄姐妹，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世上任何的事情的辖制啊。我们不要被很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被某一些东西去控制住了。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已经帮助我们除去了原本我们的心，我们不认识上帝，好像石头一样，石头的心变成肉做的心。当我们变成肉做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有2种的改变，我们会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上帝会帮我们改变什么？第一个，我们会有莫名的，我们会想要过敬虔的生活。所谓的敬虔的生活，就是有上帝掌权的生命，凡是以上帝为依归的生命。我在第1堂也讲到，凯华在结婚的时候，跟她的老公说，结婚之后，你在我的排行榜里面你是第3的，上帝第1，教会第2，你第3。我也跟小赖说，有一次家庭礼拜去小赖家的时候，我跟他说，当凯华这么讲的时候，其实他会更加的爱你，因为有上帝有教会的时候，他绝对会更加倍的疼你，因为有上帝。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他不会去作乱，他会因着上帝的爱，他会加倍的爱你。牧师其实也是一样，这名牧师不是我生命当中的第1位，但是因为有上帝，我们彼此更相爱，因为有上帝，我们的家会更圆满。第2，我们会拒绝属世的诱惑，这世界的价值观会让我们陷入罪恶、贪婪，以至于骄傲。就刚刚牧师讲的，我们对岸的那些领导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掌控一切，他们可以控制一切，他们也以为他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无限的。牧师也要呼吁弟兄姐妹，尤其现在选举要到了，我们也不要被这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你支持的政党太明显，以至于你有过多的反应，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陷入在罪恶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如弥迦书6章8节一样，让我们能够活出公义、怜悯，有谦卑的心，跟上帝一辈子同行，过得有恩典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个回应诗。一生的依靠。我
命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一生来服侍你。所以我们特别为了在场的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还不认识你，愿主你恩典的爱大大的来充满他们的心，也愿我们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会面对极大的挑战，以及许多的恶。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内心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爱，爱可以胜过一切，爱可以胜过一切的纷争，爱可以包容一切。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歌。是我生命的骄傲，你的双手不是软弱，是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啊！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易请安。